有啲地方光睇相已經足夠令人想親身去睇一次。今集嘅主角有一條穿城而流嘅河，配上色彩繽紛嘅北歐風建築，彷彿將童話世界帶到眼前。正因為呢片景色，帶領我哋由波蘭南邊走到北邊。如果上次有睇我哋柒遊記嘅朋友都知，我哋4月先去咗 Krakow。由於當時仲覺得意猶未盡，覺得波蘭仲有好多景等我哋發掘，所以相隔短短1個月，我哋再次踏上波蘭嘅國土。而呢次我哋嚟到 Gdansk， 探索呢座融合海港風情、中世紀童話色彩，同時蘊藏着波蘭20世紀嘅歷史。今次我哋會分城內同城外篇，一齊發掘 Gdansk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出發啦！柒遊記。Gdansk 格但斯克係位於波蘭北邊，面向波羅的海沿岸嘅一座城市。講起佢嘅歷史，就不得不提唔少香港人聽過嘅華里沙總統。1980年，佢喺造船廠帶領工人罷工，促成政府簽署格但斯克協議，並成立波蘭第一個獨立工會——團結工會。呢場和平嘅抗爭成為東歐民主嘅轉捩點，亦為日後共產政權瓦解埋下伏線。講完少少 Gdansk 嘅歷史，就嚟做個酒店開箱啦。我哋今次住嘅 Airbnb 感覺好似高級住宅咁，大堂裝修好新淨，樓下仲有桑拿同 gym room 添。去到走廊，每個單位仲有 entrance mat， 呢啲細節位好有啲 high end resi feel 添。客廳係我哋每晚劈酒嘅主場，非常闊落。呢間係1房單位，大約係50平方米。廚房設備非常新淨，爐頭、廚具都一應俱全。睡房都唔錯，有大衣櫃，大小毛巾都齊。不過床單個顏色就……感覺廁所裝修都幾捨得抌本。雲石紋瓷磚由地下鋪到上天花板，唔似有啲住宿咁半瓷磚半油油，感覺高級唔少啊！最精彩當然係個露台，夠晒開揚。朝早可以喺度食早餐，夜晚又變做另一個劈酒點，仲夠晒位俾航拍機起到飛添。不過柒仔就係柒仔，喺露台起飛嗰陣時，俾風吹到失控，即場炸機。自此之後，柒仔就唔敢再喺室內度亂放航拍啦。景觀好正，面向中庭，外面仲見到二戰博物館添。正如我之前所講，波蘭住宿真係性價比高。呢間 Airbnb 4日3夜只係160磅，抵到爆啊！中意歷史文化嘅你，二戰博物館係必去嘅。雖然我哋由 Day One 講到離開都冇去到。但如果再嚟一定會安排。呢座博物館係由 Studio Architektoniczne Kwadrat 設計，最特別係建築本身係一個展覽，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嘅概念，象徵由黑暗走到光明。行程一開始要落到地下14米嘅主展館，象徵戰爭黑暗嘅時代。館內有超過2000件嘅真實文物，包括猶太人大屠殺運輸火車車廂、二戰時武器炸彈、1:1戰時街道同坦克車，以及德國納粹制服、戰時宣傳品等等。呢度有個小貼士，博物館係逢星期一免費入場。之後就嚟到中央火車站啦，佢係1904年落成，最吸睛就係呢座50米高嘅鐘樓。設計參考咗格但斯克市政廳，係新哥德式紅磚建築。呢度除咗係地標，亦係去郊外同周邊城市嘅交通樞紐。下集我哋就會喺呢度出發，探索城外嘅景點。喺火車站行幾步路就會到聖 Catherine Church， 係 Gdansk 最古老嘅教區教堂，歷史可以追溯到12世紀。哥德式紅磚建築加埋70米高嘅鐘樓，非常有氣勢。塔上仲有一座50米嘅鐘，每個鐘頭都會響起悠長嘅鐘聲。而最特別嘅係
波蘭著名天文學家克維留斯亦長眠於此，所以教堂入邊設有同天文鐘錶歷史有關嘅展覽，非常值得一睇。火車站附近仲有眼前呢座嘅 The Grand Mill， 由條頓騎士團喺1350年興建。眼前呢座大磨坊曾經係中世紀歐洲最大工業建築之一，最有標誌性就係佢巨型嘅屋頂，上面6層都係糧倉。喺當年更加利用人工運河嚟推動水車，仲保持住眼前呢個澎湃嘅激流。館內仲有展示1:1用流水推動嘅動力機械，每日可以磨超過200噸麵粉。二戰後，大磨坊喺60年代重建，依家就變成格但斯克琥珀博物館。館內仲收藏着一個重達64 kg 嘅天然琥珀添。Grand Mill 隔離有個天文學匠家，相傳佢日頭釀製啤酒，夜晚研究星星，佢就係 Jan Hevelius。最神奇嘅係17世紀末，當時望遠鏡已經出現，但佢堅持相信自己嘅肉眼，加上超精準嘅測量儀器，可以畫出更精準嘅星空地圖。呢度仲有打卡熱點之一嘅磨坊主工會之家，佢建於1931年，曾經係格但斯克磨坊主工會嘅總部，係 Grand Mill 嘅行政中心。以前磨坊主會喺呢度管理糧食交易、商討運作等等。不過建築喺2戰時間被摧毀，依家見到嘅版本就係1977年根據歷史嘅資料重建，依然保存住19世紀嘅建築韻味。你知唔知世界最大嘅磚砌教堂竟然唔係起喺石地基，而係靠一支支木樁撐住呢？冇錯，呢座就係格但斯克嘅聖瑪利亞大殿，全座用咗超過100萬紅磚建成，係波羅的海最具代表性嘅哥德式建築。室內設計就完全係另一個世界，純白色嘅大廳可以容納超過25,000人。可惜我哋今次時間唔夠，冇入去參觀。如果大家時間允許，入邊仲可以挑戰400幾級嘅樓梯，登上鐘樓高層，360度咁俯瞰成個格但斯嘅舊城區，絕對值得一去啊！如果想感受格但斯有氣氛嘅街道，就一定要嚟呢個 Pilsner Street 啦。Pilsner 喺波蘭文有啤酒嘅意思。喺中世紀嗰陣，呢條街聚集咗唔少酒館同埋工匠，被認為城內最熱鬧嘅地方之一。依家兩邊就有唔少餐廳、酒吧等等。同一條街仲有4區噴泉。不過先講清楚，呢4隻獅子唔係英格蘭國家隊嘅3獅軍團，而係4隻銅獅坐鎮4角，守護呢個城市。之後嚟到格但斯克真正嘅重頭戲——摩特亞河畔。呢條河簡直係稱得上格但斯嘅生命線。由10世紀開始，城市靠住海運貿易崛起，仲成為凱撒同盟重要港口之一。以前嘅商人就喺河邊興建一座座色彩扎身嘅樓房，展示自己嘅財力同地位。沿河而行，可以仲見到好多歷史嘅建築，其中有地標級嘅中世紀木製起重機，見證住格但斯作為貿易港口嘅黃金年代。今日嘅河畔已經搖身一變成為旅遊熱點，上層係住宅同酒店，地下就係餐廳。雖然遊客唔少，但環境乾淨安全。聽同事講，上年冬天聖誕節期間，河面結冰，有人就直接喺度溜冰添。配上 Christmas Market， 真係超有氣氛。睇到呢度有冇得覺得似北歐呢？其實格但斯克嘅建築受荷蘭、弗蘭芒文藝復興嘅影響，再加上幾百年海上貿易嘅交流，形成咗獨特嘅海港風格。高而窄嘅樓房、尖頂色彩外牆同埋沿水而建嘅城市佈局，完全散發出北歐海港氣息。再配上黃昏陽光、銅石板路，成個畫面真係好有童話世界。呢度背後仲有段歷史。二戰期間，河邊約90%嘅建築被摧毀，戰後波蘭人就按照18世紀嘅歷史風貌嚟重建嘅。望住呢位住客真係羨慕到爆，屋企有個露台，日日對住個河景啊！如果想感受格但斯嘅海洋靈魂，可以試下搭呢艘海盜船，
佢外形有啲似加勒比海盜入邊嘅 Black Pearl， 木造船身，巨大棍桿，航程會經過舊城、船廠，甚至去到二戰爆發地，去到波羅的海。回程嗰陣時，仲會有啲海員唱海歌添。如果想親歷河邊嘅景色，就唔好錯過呢個海盜船啦。河邊亦有唔同嘅遊船同埋揸船嘅娛樂，你睇下幾熱鬧。河畔道仲有一條好特別嘅橋，於2017年落成，係由斯洛文尼亞工程公司 Pointing 設計，攞過唔少獎項。橋塔好似一塊帆，走簡約路線。旺季時每一個鐘佢就會開橋一次，2分鐘就升到65度，俾呢啲遊艇同帆船通過，沿河前行。講真，呢度點影都咁靚，真係求其影幾張都可以直接出 post 啊！河畔嘅夜景都係一流，佢靚唔單止係因為啲燈光，而係成個氛圍。夜晚嘅 Gdansk 依然充滿人氣，河邊嘅餐廳、cafe、酒吧等等都坐滿晒人。好多人包括當地居民仲會喺河邊度散步、跑步，成個氣氛好舒服，又唔會太嘈。燈光影住成條河，真係浪漫到好似電影入邊嘅約會場景。所以嚟到 Gdansk， 記住留到夜晚睇佢最迷人嘅一面啊！喺 Gdansk 呢一條街被全世界稱為琥珀之街，叫做 Mariacka Street。呢條中世紀嘅小街兩邊都佈滿着琥珀工藝店，亦係搵波羅的海琥珀嘅熱門地方。話明呢個頻道係刷下去旅行刷一次係指定環節嘅，順便就講下啲小插曲啦。嗰日諗住用360加上3米節拍棍嚟做個偽裝畫面，所以駁咗支平價節拍棍，點知碌嘢嘅關節頂唔住啊！行到半路突然啪一聲，部360嘅鏡頭當場爆裂啊！講完啲肉赤嘢，就翻返去條街本身啦。呢度吸引我嘅唔單止係琥珀，仲有佢獨特嘅石板路，兩旁古老嘅石階露台，佢中世紀嘅氣息令 Gdansk 更加有童話風啊！眼前行緊嘅係 Gdansk 最著名嘅皇家路，英文叫做 Long Lane， 係舊城區最具代表性嘅歷史街道之一。以前波蘭國王入城嗰時就會經過呢條路，充滿皇室儀式感。旁邊一排排色彩繽紛、又高又窄嘅建築，以前係商人嘅住宅，同河畔排屋一樣。呢條靚街喺二戰期間幾乎被摧毀，亦經過戰後細心重建，先可以回復到今日所見到嘅歷史風貌。行到呢度有間超多人排隊嘅餅鋪，中文叫做卷餅先生，每日即叫即整，現場搓麵粉，有唔同種類嘅經典蝴蝶包，除咗傳統鹽味，仲有芝士等等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試下㗎。街道中間仲會經過一個噴水池，相傳以前有人會向噴泉入邊抌金幣許願，海神知道後非常憤怒，一怒之下用3擊叉擊向水面，將啲金幣打碎成無數嘅金色碎片，而呢啲碎片最後就變成咗著名 Gdansk 嘅金箔酒啦。溫馨提示：入呢條街係會引發到瘋狂影相症候群㗎。Gdansk 唔單止有舊城區，仲有年輕人會去嘅 Ulica Elektryków。呢度係造船廠，所以會見到好多吊臂，而且仲係波蘭自由運動嘅發源地。依家就活化成工業園區同 food court。夏天嗰陣時，街邊會有 concert、DJ party 同市集。可惜我哋5月嚟嗰陣時，仲未正式開 season， 所以就未感受到最熱鬧嗰一刻。不過呢度就保留住一啲巨型工業吊臂，
加上殘舊工廠，影相時非常有廢墟感。退換拜雅，加上頹廢嘅我，負負得正。嗰一剎那，我覺得自己充滿力量。其實你咁乜柒啊？呢個活化咗嘅工廈有個氈房、攝影棚等唔同空間。我哋漆下想去睇下，點知就俾人趕走啦。呢個吊臂都係Gdansk打卡熱點之一，嚟到點都要影翻2張先走。之後行幾步路就會見到呢個造船廠工人紀念碑，佢係用嚟紀念1970年12月反共抗議期間被共產黨政權暴力鎮壓而犧牲嘅造船廠工人。佢唔單止係一個紀念碑，更加象徵住波蘭人民爭取自由同埋對抗極權嘅重要里程碑。以下我哋就嚟一個精簡美食篇。第一站我哋嚟到嘅就係叫 Bar turystyczny. 一家好經典嘅波蘭牛奶吧，裝修好簡單，自己排隊點餐拎餐，食完自己收翻埋餐盤，可以話係波蘭版兩餸飯。呢類餐廳到依家都好受當地人歡迎，最大特色就係夠平、份量大，而且仲可以食到好地道嘅波蘭家常菜。我哋第一樣嘢點嘅就係炸豬扒配薯仔沙律。豬扒份量 OK， 但口感偏乾，外層脆漿少厚，粉漿感重咗啲。之後就波蘭代表菜之一嘅 Surek， 上菜時湯暖暖地，但唔熱，味道就不過不失。最後就係椰菜包肉卷，呢個我哋上次去 Krakow 想試，但係摸門釘，今次終於食到。椰菜炆到好腍，入邊嘅肉餡用 mince 做，口感幾紮實，再配上甜甜酸酸嘅番茄醬，好惹味，有少少似意大利肉醬意粉嗰種味道。返到英國，我哋仲試過自己還原咗一次添，效果都好唔錯。呢張就係收據，價錢整體嚟講都幾划算。城內我哋仲發現咗一間主打正宗克里米亞菜嘅小店，門口擺滿各式酥餅同麵包，擺設精緻，令人眼花繚亂。入邊有酥餅、千層酥、車厘子甜包等等。我哋好奇就買咗個波蘭脆茅花，雖然外形似港式脆茅花，但口感冇咁鬆脆，而開心果醬同個酥皮亦都好夾。晚餐我哋就去咗呢間餐廳，叫做 Swojski smak. 一間主打波蘭菜嘅網紅店。餐廳裝修走現代工業風，高樓底配上裸露紅磚牆，再加上唔同嘅特色字句喺牆上面，感覺有少少 quirky。首先就係個招牌拼盤，入邊有唔同嘅肉類，有鹿頸肉，肉味都幾濃，而且我覺得略嫌大酥。第一次食完鹿之後，我哋就覺得麻麻啦。然後豬柳配蘑菇汁，味道唔錯，但口感就偏硬。仲有個牛肉卷，入邊包住啲煙肉，呢個就食落去比較惹味。我哋仲點咗個傳統波蘭炆豬手，同脆皮做法一啲都唔同。呢個菜會先用啤酒醃製豬手，然後加入配菜，用慢火炆幾個鐘，直到肉質軟腍入味。佢豬肉味香濃郁，口感非常軟腍，比脆皮做法更加嫩滑，食到膠質，非常好食。唯獨是佢嘅份量唔算大，條骨比巨型豬手相對重稱，但嚟到波蘭一定要試佢呢個炆豬手啊！最後亦都想介紹下呢個波蘭牌啤酒 Okotem. 超市餐廳有賣，佢麥芽香大小甜，酒精濃度 5.6%， 比一般高少少，味道似傳統拉格，個人幾中意。Gdansk 真係一個會令人掛住嘅地方，佢嗰種童話式嘅北歐風情，嗰種海港浪漫真係好靚，非常之靚。由中世紀嘅繁榮，到二戰創傷後重建自己嘅風貌，到造船廠工人為自由發聲， Gdansk 反映咗波蘭人爭取自由同堅毅嘅精神。最難得嘅係重建後嘅河畔冇變成一個為遊客生存嘅景點，唔會有大量紀念品店，亦冇大城市嗰種嘈雜混亂，反而亦保留住當地人生活嘅氣息，
而佢哋冇因為發展而忘記或抹去自己嘅歷史。有啲地方真係會去完先知道會意猶未盡，Gdansk就係其中一個。今集就係咁多，如果你哋都係刷下，就 comment、subscribe 同 like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城外篇見，拜拜。